师傅，大 S 这几天走了，您是怎么看待这一件事情的呀？大 S 的离开非常令人震撼的一个消息，但是本身人生就是无常，所以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？第一个呢，从无常本身来讲的话呢，我们要知道，除了大 S，无数个大 S 一样只是先后排队的状态，所以我们也在这个排队的行列当中。我们拉里巴曾经说过，你听到那边死了一个，这边死了一个，实际上是提醒你也快要到这个地方了。所以这是很自然无常的一个现象，不需要大惊小怪。第二个点呢，我们不会觉得她突然会死掉，但是她死了，一个女生，一个普通人，她活出了那么精彩、令人羡慕的、很勇敢这样的人生，非常不容易。有些人活了100年、200年也活不出她这样的精彩的人生。当然，这是一个从时间法的角度来看的话呢，她确实活出了理想的人生。所以呢，我不认为是她的生命很短。因为有些人再长也活不出这样的生命。第三个点呢，我看了他有没有信仰的背景，但是我知道他至少受了很多学佛的朋友的影响，他也一段时间是非常严谨的吃素，他也很多节目当中说了，我时时刻刻都当做最后的一刻，这样看待我的生命，所以他活得非常明白，某种程度上他已经看透了人生，所以他的离开对他而言，我相信他有他的态度，所以更不会觉得是对他而言是很突然的，因为他更早就知道了死亡是时时刻刻有可能会到来。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，因为他是追求梦想的人，他对事业很敬业的人，再加上他的家庭和一些感情方面也有了一些障碍，所以他可能忽略了他自己的身体和健康，导致了这样的结果。所以我并不认为他只是简单的一个流感就这样走了，我相信这个身上有很多累积的其他的因素。所以从中除了无常之外，我们也要知道更加的珍惜当下。虽然物质的还有名利方面，普通人可以追求，但是不能过度的追求外在的东西。第一个可以追求内在的幸福，更加的重要自己的身体的健康。没有健康，有再多的钱也你没办法去享受。这也是我们从中可以学习的一个点。